今日我哋嚟講一下 SpaceX， 因為從公開數據嚟顯示咧 ，SpaceX 敲定咗 IPO 發行價，計劃以每股135美元嘅價格咧推介5.556億股，計劃募資750億美元。咁按照呢一系列嘅數據嚟推算咧 ，SpaceX 睇佢發行市值啊，大概係1.77萬億美元。咁喺 SpaceX 上市之前咧，人類史上最大嘅 IPO 係沙特阿美。當年沙特阿美嘅計劃募資金額咧，大概係294億美元。咁而家 SpaceX 佢嘅計劃募資金額咧高達750億美元，亦即係話而家 SpaceX 佢嘅募資金額係沙特阿美嘅2倍以上。咁對於 SpaceX 佢嘅上市啊，咁對於成個美股市場或者係全球股市嚟講，將會帶嚟咩影響呢？會唔會抽乾成個美股市場嘅流動性呢？咁 SpaceX 到底值幾多錢呢？咁喺呢一期嘅節目裏邊呢，我具體讓大家進行深入咁分析啦。咁好啦，咁我哋繼續開始講。咁對於 SpaceX 嚟講呢，呢一次嘅上市啊，確實咧係引發咗全球市場嘅關注啦。不過大家更關心嘅係 SpaceX 佢嘅上市會唔會係美國牛市嘅終結呢？因為大家好擔心，因為 SpaceX 佢嘅募資金額非常之龐大，而且咧目前美股市場已經係處於5萬點以上啦，5萬點以上迎嚟咗超級 IPO 大周期，唔單止係 SpaceX， 接落嚟咧仲有包括 OpenAI 啊、Anthropic 啊呢啲巨無霸公司即將要啟動。咁對於成個美股市場嘅流動性咧，將會面臨重大嘅考驗。而且我哋可以關注到啊，目前 SpaceX 佢嘅 IPO 發行估值咧係達到1.77萬億美元啦。咁 OpenAI 最新輪嘅市場估值咧係8520億美元。Anthropic 佢嘅市場估值咧大概係9650億美元。咁呢3間公司都係巨無霸嘅公司啦。咁對市場嘅存量資金嘅分流壓力將會非常之顯著。咁如果係按照 Pre-IPO SpaceX 1.77萬億美元嘅市值進行計算咧，咁其實喺未正式公開上市之前咧 ，SpaceX 佢就已經可以順利躋身到全球市值榜單嘅第8名，取代咗 Meta 嘅位置。咁如果 SpaceX 佢喺上市之初遭到市場嘅熱炒咧，咁好可能喺上市之初 SpaceX 佢嘅市值就直接躋身到全球前5甚至係前3名嘅位置啦。我哋不妨可以推算一下，如果假如 SpaceX 佢喺上市之初佢嘅股價上漲1倍空間咧，咁 SpaceX 佢嘅相應嘅市值咧將會達到3.56萬億美元。咁呢個市值咧直接超越咗微軟，僅次於谷歌。咁 SpaceX 如果佢首日上市達到150%到200%嘅漲幅咧，咁佢直接就對標蘋果啊、英偉達啊呢一啲巨無霸公司嘅市值，甚至係登頂全球市值第1名嘅位置。咁好顯然啦，如果 SpaceX 佢嘅市值一開始就直接達到3萬億美元以上咧，咁其實留俾2級市場嘅水位係非常之有限嘅。咁所以對於投資者嚟講咧，追高仲係需要非常之慎重啦。當然另外仲有一則消息係引發大家關注啦。從今年6月12號開始啊，包括富途、長橋同埋老虎呢3家券商咧，佢哋對於內地用戶嘅存量客戶啊，已經係暫停買入，而且係暫停入金，而且咧係只支持出金、平倉以及係賣出股票嘅。咁意味住咩呢？意味住呢一批嘅內地存量客戶咧，將會無緣 SpaceX。咁對投資者嚟講咧，參與 SpaceX 嘅難度係非常之大嘅。咁直接參與咧，基本上可能性或者係可行嘅渠道咧，係非常之有限啦。除非你係香港本地嘅居民啦，或者係境外嘅持有境外護照嘅一啲居民咧，佢哋可以正式嘅買入 SpaceX 或者係申購 SpaceX 嘅新股啦。但係對於內地存量客戶嚟講咧，佢哋好可能係通過間接嘅渠道、間接嘅形式嚟參與到 SpaceX
SPAX 裏邊，包括 QDII 基金啊，或者係一啲ETF 啊，或者係一啲影子股啊，呢個可能係間接參與嘅一種方式啦。咁當然，即使你係香港嘅客戶啊，或者係其他一啲境外嘅客戶咧，你申購 SpaceX 嘅股票咧，亦都係存在一定嘅門檻喎。因為我哋睇到好似部分嘅券商啦，佢對於申購 SpaceX 係有一定嘅資金門檻啊，好似某券商咧，佢要求10萬美金以上嘅資金進行申購，咁有部分嘅券商咧，甚至要求係50萬美金以上嘅申購門檻。咁呢個反映出咩問題咧？反映出 SpaceX 呢一次嘅打新盛宴啊，可能只係少數人受益，多數人好可能會被拒之門外啦。咁所以從整體上嚟講咧，投資者咧對於呢一次 SpaceX 咧，更大程度上咧，好可能就處於一種觀望嘅狀態啦。咁如果 SpaceX 佢嘅估值過高，其實參與嘅價值啊，亦都係非常之有限嘅。咁我哋再嚟講一下 SpaceX 佢嘅上市會唔會抽乾整個美股市場流動性呢？咁實際上咧，目前市場更擔心嘅唔係 SpaceX 一間公司嘅問題，而係擔心嘅係接落嚟美股市場迎嚟超級 IPO 週期。咁如果超級 IPO 週期到嚟咧，咁直接影響嘅或者直接考驗嘅就係美股市場現有嘅流動性可唔可以抵禦到接落嚟嘅超級 IPO 週期所面臨嘅流動性壓力。而且更重要嘅係咩呢？更重要嘅就係今年下半年美聯儲會唔會喺一把手嘅影響之下會逐漸收緊流動性，甚至係縮表。咁如果一旦美聯儲開始收緊流動性呢，貨幣環境開始趨於謹慎呢，咁好可能會對於現有美股市場嘅流動性構成更大嘅緊縮嘅壓力啦。咁到時候對於賽道股啊、成長股啊，或者係一啲估值高企嘅公司嚟講呢，佢可能會面臨流動性擠兌嘅風險。而 SpaceX 等相關嘅超級 IPO 公司呢，佢可能會成為加速美股市場流動性收緊嘅催化劑。咁對於呢一次 SpaceX 嘅上市呢，實質上呢亦都係豐富咗美股市場新嘅賽道啦。咁可能投資者可選擇嘅投資品種會有所增多啦，但係最終 SpaceX 佢喺資本市場裏邊到底值唔值得投資，歸根到底仲係取決於喺上市之初佢嘅最終嘅估值定價，以及未來呢間公司嘅商業化模式啊、盈利預期啊，以及佢嘅護城河啊等等，呢啲咧將會直接影響到 SpaceX 後續嘅投資價值啦。咁對於 SpaceX 嚟講咧，目前我哋睇到佢嘅 IPO 係 1.77 萬億美元，咁到底係高估定係低估咧？咁我哋不妨從過去10年時間 SpaceX 佢嘅估值變化進行分析啦。咁基本上啊係呈現出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咧係從2002年開始成立到2014年咧係屬於緩慢發展或者係反覆試錯階段啦。呢個期間咧 SpaceX 嘅估值增長係相當緩慢嘅。咁基本上咧市場對佢嚟講好可能認為 SpaceX 最終會成為一種失敗嘅項目。咁但係第二個階段咧係從2015年到2022年呢一個階段咧係 SpaceX 個估值開始快速提升嘅階段啦。咁呢個時期咧亦都係 SpaceX 佢喺星鏈業務啊開始有所突破嘅一個關鍵嘅時刻啦。咁隨住星鏈項目嘅提出咧，亦都成為 SpaceX 估值飆升嘅一個重要催化劑啦。咁喺2015年嘅時候咧 SpaceX 佢嘅市場估值係120億美元。咁到咗2020年呢，隨住星鏈全球用戶大幅攀升，而且係加強與 NASA 嘅合作之後呢， SpaceX 嘅估值啊，亦都從當年嘅120億呢係升到去1000億美元左右嘅。咁對於2022年到2026年呢4年時間啊，係 SpaceX 估值呈現出爆發式增長嘅關鍵4年。點解咁樣講呢？我哋可以從細分數據嚟睇咧。2023年包括星鏈業務啊、Starship 業務啊，亦都可以出現技術性嘅突破啦，成為 SpaceX 嘅一個王牌業務。咁到2025年呢，根據 SpaceX 佢嘅內部股份回購交易數據顯示啊， SpaceX 佢嘅市場估值咧已經係攀升到8000億美元。咁而且咧，我哋睇到
無論係星鏈業務，抑或係 Starship 業務咧，佢都係實現咗技術性嘅突破啦。例如喺星鏈業務上咧，星鏈已經係成為全球衛星互聯網運營商啦，並且係實現咗全球高覆蓋，為 SpaceX 帶嚟咗持續性嘅現金流嘅支持啦。咁對於 Starship 業務咧，佢已經係實現咗完全嘅復用，咁推動發射成本與維護成本嘅大幅下降。咁長期角度嚟講咧 ，Starship 佢嘅技術突破將會支持未來嘅火星運輸啊、月球基地建設啊等重大項目，亦都係打開咗市場嘅想象空間。所以 SpaceX 佢與現有市場炒作嘅 AI 係有所唔同。咁而且咧 SpaceX 佢亦都包含咗XAI 呢個項目，所以咧佢綜合咗太空基礎設施建設啦、AI 建設啦，或者係相關嘅一啲產業鏈嘅建設，所以咧佢嘅想象空間會更大。所以對於市場嚟講，2026年喺 IPO 階段可以俾出 1.77 萬億美元嘅估值咧，咁其實亦都係基本上符合市場嘅預期嘅。當然，如果佢上市之初直接飆升到4-5萬億嘅市值咧，咁實際上亦都係透支未來5到10年嘅業績增長預期。咁所以對於 SpaceX 呢一次上市，佢上市之初市場到底點樣炒作呢？或者佢炒作高度去到幾多呢？亦將會直接影響到未來 SpaceX 佢嘅真正嘅投資價值啦。咁對於呢一次 SpaceX 嘅上市，你認為佢嘅合理估值有幾多呢？咁你認為 SpaceX 嘅上市呢，會唔會分流掉美股市場乃至係全球市場嘅存量流動性呢？歡迎大家關注下節目，同時亦都感謝大家評論或者係暢所欲言啦。我哋下期節目再見。